Hello，大家好，我係哈比。今次整呢條片主要係因為最近喺網上睇到啲令我覺得匪夷所思嘅片。菜可有可無，屙唔到屎喎。啱出世，咁你冇食菜㗎，你都有大便㗎，你只飲媽媽啲奶嘅啫嘛。媽媽啲奶咪就係動物蛋白質同動物脂肪咯，咁都有大便㗎。咁你養個貓仔狗仔，佢都係食肉嘅動物嚟㗎，佢都唔使食菜，都去到廁所，佢都會住所㗎嘛。我覺得匪夷所思個位係呢番説話竟然係出自一位喺香港執業嘅醫生。首先佢話 BB 淨係飲人奶都有得屙布，係因為人奶有動物蛋白質同脂肪，但就完全冇提供到有關資料、臨床實驗等數據，證明 BB 有得屙係100%因為蛋白質同脂肪呢個點，搞到我都好好奇，所以就做下 research，然後得到嘅答案就係因為人奶含有天然嘅通便劑，咁我就再 search 人奶入面嘅天然通便劑係由咩組成，其中最值得留意嘅係 HMO 呢個 term 成日都喺奶粉廣告度聽到，但係我都唔會淨係信 AI 同廣告，所以我就決定再深入咁 research，然後發現 HMO 其實係人奶中碳水化合物嘅成分，而 HMO 就即係所謂嘅益生元，進入人體後會被微生物群轉化為短鏈脂肪酸，而呢啲脂肪酸亦被實驗證實可刺激腸道蠕動，而且仲有其他臨床實驗證實，飲咗有加 HMO 奶粉嘅 BB 啲便便軟啲，抵抗力又好啲。留意翻 HMO 個 HM 係指人奶，雖然係用科技合成，但點都叫做有啲臨床實驗數據，同埋我都叫做揾到啲 source。雖然呢位醫生所講嘅動物脂肪 Google AI 都有話會令啲便便軟啲，但呢位醫生喺節目中冇提供任何科學實證去證實，就算拎走咗人奶中嘅碳水化合物，即係 HMO， 只係剩翻動物脂肪同蛋白質嘅情況下，啲 BB 仍然可以排到便。而呢位醫生用貓狗做類比呢個位，亦令我好費解。唔通同係哺乳類就可以拎嚟做類比？係嘅話，即係用兔仔都可以？佢哋完全唔食肉，就算淨食纖維都屙勁多喎。講開膳食纖維，即係我哋成日講嘅食菜。我哋又先嚟睇睇呢位醫生對食菜有咩睇法。人類對纖維嘅最低要求係零。我哋人類咧係可以長期唔需要膳食纖維，都可以咧係好健康咁樣生存，係長期。永遠都可以。但根據呢份文章中所提及，世界各地針對唔同疾病所作出嘅研究，經 AI 總結得出嘅結果，明顯見到數據一致指出，高強度嘅膳食纖維攝取能為心血管、血糖代謝、結腸癌及乳腺癌等疾病提供極為顯著嘅生物保護作用。雖然以上實驗都只係指出高纖飲食可以降低發病率，冇指出完全唔食纖維係對人體有害。但既然高纖飲食可以降低發病率，即係如果換個角度嚟睇，其他所有因素一樣嘅話，低纖飲食會相對容易患上以上嘅疾病，而可能因為有太多研究指出膳食纖維對人體嘅好處，除咗以上啱啱提過降低發病率之外，亦有好多研究指出，眾所周知嘅食菜會增加便便嘅體積同軟化便便，刺激腸道蠕動同緩解便秘等等。所以到現時為止都未有進行長年及多人參與嘅零膳食纖維對人體影響嘅臨床實驗，最起碼我揾唔到。不過便秘緊嘅時候完全唔食纖維嘅研究報告我就揾到喎。巧合地，呢位周醫生亦都有喺節目中提及類似嘅內容。嗱，事實上咧，呢一個情況咧，真係有人研究過㗎，就係話你已經係便秘啦，咁跟住咧一個就高纖維群組，一個咧就低纖維群組，一個就係零纖維群組，三者比較就發覺咧，高纖維群組嗰啲人呢個病徵冇一點舒緩，低纖維咧有啲舒緩，零纖維咧完全好翻晒。呢個係臨床實驗嚟㗎。係啊。呢個係一個即係我叫 study 啦，咁就係揾到呢個證據咯。假設佢喺節目中指嘅臨床實驗真係你哋而家望住呢一份嘅話，咁佢的確係冇講錯嘅。不過只係冇提到研究對象嘅總人數只有63人。雖然我唔係專業嘅研究員，但見到41個人零纖維，16個人低纖維，只有6個人高纖維呢個稍欠平衡嘅 setting，加上除咗年齡、性別、種族、遺傳等嘅因素，研究對象亦實在太少，所以無論個結果係點都好難令人信服。因為上面提過有關膳食纖維對人體嘅好處，淨係有關降低發病率嘅研究對象都超過12萬人，所以真係好難說服到我，覺得以後都唔需要再食菜。講完生理健康，唔爭再講埋心理健康。而家我呢度咁多嘅嘢咧，會唔會只不過係一個曳嘅唔同程度，一個缺乏教養、缺乏家教嘅唔同程度？我認為咧，大部分咧俾我哋醫學界標籤做專注力失調啊、過度活躍啊啲，其實程度就算真係有個先天影響、基因影響咩都好咧，個程度唔係可以決定到佢係一個病人，即係等於你嘅曳嘅程度啫嘛。其實好多呢啲所謂行為問題咧，根本上就係父母唔識教，又或者咧有一複雜多少少問題，有陣時就4大長老出現啦。
係 OK， 因為好多四大長老帶個小朋友嚟到我面前咧，其實你睇見佢咁咧，你應該知道中壞㗎啦。有邊個家長想人話俾佢聽佢冇家教？佢梗係情願我唔係唔識教，我個仔有病啫，有病就睇醫生，醫生咧唔該你就醫好佢。醫生就話啊，睇嚟都係有病喎，咁咪開藥咯。咁所以好似咪大家覺得其所咯，我哋唔使評估啊，評估出嚟實話有其中一樣，因為啲病徵啊同曳係 overlap 㗎嘛。根據香港醫委會註冊醫生名單顯示，呢位醫生係一名普通科嘅醫生，而 ADHD、ASD 等問題係屬於精神科。加上節目中並未提及佢有同精神科有關嘅學歷或專業資格，所以我第一個疑問係，究竟呢位醫生係咪有足夠嘅專業資格去診斷小朋友是否患有 ADHD 或 ASD 等問題？如果一名普通科嘅醫生憑住喺診所睇症嘅時間就可以斷定小朋友只係曳，或者只係家長唔識教，而並唔係有 ADHD 或 ASD 等問題，咁點解世界各地政府包括香港需要細分咁多專科，又要同小朋友做唔同嘅評估呢？我係認真提問嘅，我真係想知係咪普通科醫生都有資格診斷，希望有相關專業人士可以解答到。咁啱我有朋友個仔就係 SEN， 所以我就問佢當時嘅程序係點，佢就話係政府健康院嘅兒科醫生轉介個小朋友去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之後再由中心嘅兒科醫生評估小朋友，得到結果後，如果有需要就再轉介去職業治療、精神科等其他專科。當然我係好認同有唔識教嘅家長，相信大家平時出街都見唔少。我亦都認同呢位周醫生所講嘅，唔應該要個世界去就個小朋友，而係要佢適應呢個世界。不過如果小朋友真係有 ADHD 或 ASD 等問題，佢哋好可能連點適應都做唔到。可能喺成長過程中，佢哋可以自學到如何適應呢個世界。但係既然而家個社會富裕咗，知識醫學水平亦比以前高咗，咁投放更多資源喺呢方面，令有需要嘅小朋友可以得到適當嘅援助及引導，唔需要再長年累月跌跌碰碰咁去自學，唔係更好咩？不過呢位醫生最顛覆到我嘅唔係佢嘅言論，係呢條片最後佢同會80聯手舉辦嘅實證醫學課程嘅廣告。因為一直以嚟我嘅認知係醫生係唔可以賣廣告嘅，但佢哋雙方都咁高調推廣呢個收費課程，令我好想知道係咪因為佢用醫生嘅身份賣嘅呢個廣告同佢嘅診所係完全冇關，只係一個收費課程，所以就冇違反到醫生專業守則中嘅醫生不得自行或由任何人代表他們或容許任何人向非其病人的人士作業務宣傳。醫生向公眾或病人提供資料時，以招來病人或兜攬生意為目的。醫生作專業發表時，不可利用該活動推廣其業務或兜攬生意爭取病人。醫生絕對不得給人一個印象，他們有預備不同的特別技巧或方法解決健康問題。展示資料的方式不得有助醫生被看似在招攬病人前往求診。因為講得係課程，所以俾錢報名嘅就會係學生而唔係病人。所以係咪咁就冇違反守則？呢啲我揾唔到確實嘅答案，希望再次有專業人士可以解答到。查開醫生專業守則，我再睇得深入啲，見到幾條令我覺得同上面提過嘅內容好似幾 match。但喺講出嚟之前，我必須強調，剛剛所講嘅廣告同以下落嚟嘅都只係我嘅提問，絕對唔係斷定呢位周醫生有或者冇違反守則。首先，佢強調嘅主流醫生不會告訴你的實證醫學，係咪會令觀眾覺得其他醫生對我哋普通人有所隱瞞？咁樣算唔算違反咗不得與其他醫生作比較或聲稱優於其他醫生，不得給人印象其有與別不同或特別的技巧？而喺談論便秘食材可能令情況惡化時提到嘅臨床實驗，如果真係有揾到嗰個只得63個研究對象嘅實驗，咁算唔算係誇大正面資料或遺漏重大反面資料？我指嘅遺漏咗係被研究人士嘅人數同個 setting。呢番言論又是否有違反醫生向公眾提供嘅任何資料必須準確、有根據、經客觀確認？由於呢位醫生以上所講嘅非主流言論都真係幾創新，所以我最後想問嘅係佢嘅言論有冇違反醫生在向公眾透露關於醫學的新發現等資料前，必須先確保有關醫學發明已經過充分測試，或有關發明的價值已具備充分證據。希望有相關專業人士可以解答到以上問題。首先，會80同三色台呢件事最大嘅分別係：一、三色台有喺節目中放出明確嘅 disclaimer， 例如喺講便秘食材嘅時候，有明確顯示醫療狀況因人而異，若有類似情況請諮詢家庭醫生。同最後嘅節目內容只係嘉賓個人意見。二、冇強調非主流醫學、實證醫學等字眼。而會80唔單止冇出 disclaimer， 雙方仲合作推出實證醫學課程，疑似違反上面提過嘅某啲醫生守則。也許會80嘅台前幕後都未必知道醫生守則嘅
內容。不過我個人認為，作為一個有一定影響力嘅平台，喺製作同健康有關節目嘅時候，理應謹慎處理。要推翻有科學實證嘅醫學知識係絕對冇問題。某程度上，此舉仲會令醫學進步添。不過前提係應該係有實質有力嘅科學證據下去發表此等言論，而唔係只係根據個人經驗及知識推論。但有啲嘢係唔使做實驗你都估到，因為你有基礎嘅即係解剖學啊、生理學咧，你可以推到出嚟啊嘛。我嘅意思係應該由發表言論嘅醫生提供相關資料、實驗等數據去支持自己嘅理論，而唔係由公眾去揾資料嚟證明嗰個言論唔可信。雖然其他醫生喺平台上發表嘅時候都未必有 quote reference， 但係佢哋嘅言論大眾一般可以輕易喺網上揾到相關嘅資料。最重要嘅係其他醫生冇強調非主流醫學、實證醫學，甚至話有啲嘢唔需要實驗都可以憑基礎解剖學及生理學知識推斷得到。由始至終我都唔係想表達呢位醫生所講嘅一定係錯，而係佢喺冇提供實質嘅數據支持下，用佢醫生呢個權威嘅身份去發表呢啲有可能影響公眾健康嘅言論，無論有否違反醫生守則，我個人都認為有欠專業。但最後我必須強調，由於我並無任何有關醫學或法律相關嘅學歷或牌照，所以我只係根據個人見解同網上揾到嘅資料作出評論。我亦明白我揾到嘅實驗同資料都未必完全準確，我嘅理解有可能有錯嘅地方，所以我絕對冇亦冇資格去斷定片中任何人或平台一定有或者冇違反任何守則甚至法例。呢點就有待相關專業人士及部門去判斷啦。今次條片就到呢度啦，希望大家中意呢條片啦。歡迎大家喺留下 comment 分享你嘅意見，理性討論。中意條片嘅記得俾個 like， 撳個 subscribe。有咩 topic 想我講嘅都歡迎大家喺留下 comment 話我知。咁我哋下條片見啦，拜拜。